第二阶段罢免韩国瑜的程序已经正式开始，其中一个联署的地点，也就是市议员林志宏服务处。雄雄找来一个查某囡仔，讲要讨卖句讲话，煞来搁再要讨喙烟。志刚叫伊先写联署书了，就会予伊，引起对伊真无欢喜。伫咧现场真晒太真拗叫，闹场搁再踢倒金炉，规个烟碰碰。服务处的人员实在是无依法，赶紧来报案。查某人看到服务处头前的金桶，就用夹夹踢，踢一个无够，搁补一个，刷落规个蒙烟散雾，互志刚真不满，因为因闹代志的地点就伫罢韩行动联署的所在。可以写联署书吗？可以，里面就可以了。迄当阵，这个查某人下早1点外走去高雄市议员林志宏的服务处，才当伫办罢韩的联署，查某人一个入来就举麦克，刷落搁要摕喙烟。公民割草团体他们提供的罢韩的口罩，按去签联署书的话，就可以给你口罩。他说为什么要签联署书？哦，不管了，就给我口罩就对了。落尾市议员认为伊已经违反选罢法第98条了乱联署啊，其实这个查某人闹代志嘛，已经不是头一届啊。捐血活动的时候，有被他认出，他当场已经有呛过我。那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，他知道我服务处在这里，他在现场来呛虾。那看服务处在烧金纸，他认为这样有那个空气污染，所以他想要去制止这个烧金纸的行为。查某人甲警方讲，伊是不满服务处烧金纸影响别人，闹完了后，佮甲拄烧过金纸的金桶踢倒，尾后查某人犯案公共危险罪上班，敢有违反选罢法，警方爱佮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